看起来，这阵内底，你也看伊面真清气，无拍线，无牵线，无拍底。那么咱一般来讲叫做星，那么搁再来就是大。所有的女性，咱拢叫做大。搁来就精。那其实精呢是脸上最不干净。简单来认识就是安尼。大部分来讲拢是武功、武将、将官级。好，搁来，这就是末。末咧就是先进入了老年以后啊，长喙手啊，行路啊较无共款啊。其实家吉人戏内底并无这个末这个角色，是咱布袋戏内底甲分开有。分开有内底就变成公末，就生旦净末。这跳咧就是咱即摆咧讲叫做花花公子型，伊动作比较插科打诨，较笑亏。搁再来布袋戏内底，到尾一寡角色无法度通摆入去，就是讲，比如讲真特殊的猪八戒、孙悟空、牛虻、牛头、白面、神仙怪佛，这毋知要规个。进前这5类的倒一类，无法度，所以加一个十回十，所以咧，今日就代表性就咱齐天大圣孙悟空。